各位朋友好，今日呢同大家分享心靈需要與關懷嘅愛與被愛。雨木呢打電話俾出咗院嘅舒緩科病人薇姨，同佢約時間呢去家訪佢。雨木呢去到薇姨屋企呢探望佢嘅時候，佢身體雖然比較虛弱，但係佢好願意呢同雨木分享佢生命裏邊一啲嘅點滴。佢話呢，佢雖然婚姻唔如意，咁佢傳承爸爸教學嘅精神，離開佢嘅丈夫，致力於教育下一代一啲特殊需要嘅孩子，讓佢哋生命得着栽培，得着成長。佢亦都係本着上帝俾佢嘅愛，數十年裏邊呢栽培過好多唔同嘅孩子嘅生命。隔咗2個幾月之後，薇姨身體再次比較差，入咗嚟醫院嘅舒緩科接受治療。女兒亦都嚟到床邊，嚟到唱媽媽教佢嘅兒歌，亦都唱媽媽喜歡嘅一首詩歌，叫做《你真偉大》。雨木呢鼓勵女兒呢同媽媽講一啲道謝同埋道愛嘅說話，表達佢心底對媽媽一份嘅愛。雨木呢坐低關心女兒個心情。女兒話呢係嘅，媽媽有一段時間唔喺個家裏邊致力於佢嘅教學，但係佢心裏邊呢都好敬佩媽媽，亦都呢回憶同媽媽一啲點點滴滴，佢都感到媽媽係好愛佢，教佢唱歌，亦都係做一啲母女裝嘅服裝，呢個都係女兒好深刻心底裏邊嘅回憶。薇姨後來呢去咗癌症療養中心。大概個零星期之後，女兒打電話俾院牧，薇姨已經進入彌留嘅時候，女兒用電話嚟到放喺媽咪嘅耳邊，院牧為到薇姨做一個嘅禱告，願上帝嚟到去派天使嚟到去帶領薇姨進入永恆冇痛苦嘅天家。薇姨嘅安息禮，女兒都邀請咗院牧出席。女兒亦都喺安息裏邊敘述媽咪一生致力於教學，傳承呢公公嘅精神。女兒呢好佩服媽媽，亦都呢讓媽媽嘅愛繼續留喺佢嘅心底裏邊，繼續讓佢生命去發揮呢種傳承。聖經話：我們愛，因為神先愛我們。請大家呢掃描以下嘅 QR code，認識多啲律敦治醫院嘅院牧事工。多謝大家。